这个好心肝诊所自 A 日疫苗的事件引发着争议，检调即摆嘛介入来侦办。台北市政府嘛，伫今仔日的记者会来承认讲，除了好心肝之外，嘛发疫苗予小和兴等等的诊所。这个小和兴诊所的营运长嘛出面来说明着疫苗的状况。大家都知道，就是基层院所可以施打这个疫苗，包含医护人员。所以，因为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有许多的医疗院所，所以包含我们有诊所、有月子中心，还有医师检验所。所以，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说明我们的需求，说因为我们的整个体系的量大概有1000人以上，所以我们如果跑去这些外面的地方来施打的话，会造成我们整个医疗的量能会下降。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市政府能够，卫生局能够配发给我们疫苗，让我们直接在诊所施打，然后卫生局也很支持我们，然后就配发给我们疫苗。在第一次的时候是5月31号的时候配发给我们40瓶，那施打给我们医疗院所的这个医事人员。那因为量不够，所以6月2号有再跟他申请10瓶，把医疗人员都打完。那后续我们还有多次跟这个卫生局反映，就包含这个后续因为中央流行指挥中心有公告说可以施打行政人员啊、防务人员、非医事人员在诊所里面的部分，所以我们在6月6号、6月7号都还有在跟卫生局来申请，所以分别有配发各给我们15瓶的疫苗。那我们都是当天申请完之后，当天就已经都施打完毕。那目前85瓶，6月8号最后一天的话，我们也在当天傍晚之前也都全数的上传给这个台北市卫生局。